后来线来看，这个立委的参选人，嘛是伫早起抽签抽号码。全台湾各地头的选委会，嘛是安尼讲滚热烈叱咤。参选人为着要啥人注意，争取到新闻的报道，是安尼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步数进展。 真侪人徛踮伫咧广场，各队参选人拢是一大天，大家喊口号来拼场，嘛要拼上上创意。讲家己是高雄小金刚的现金立委柯志杰含共党几位参选人，包括李群潮、大水雄、黄捷，还有一只大金刚红仔出现，炒热现场的气氛。高雄，二兄有金刚，男兄这边嘛好。胜利在望，都是。 要含林大华对决的单玉翠，身躯边外带一只粉红仔色的金刚。金刚芭比就代表呢无坚不摧，都是要展现奋战到底精神。各地的选区参选人当兵下，打扮做火影忍者内底角色，代表要勇敢拼战。 3号有靠山，人民当陈美长的靠山。 来到中部北边5连败南投第一选区马文君，团队人员是打扮做万辉电影人物美国队长含蜘蛛人，讲要打败敌人对手。支持正义，支持公平。过来到北部国民党新北市第10选区林金杰，带挂送车队打扮做挂送人员，讲当选了后就是随时挂送合谱。在地方服务，我就是骑着这一台，到处大街小巷外送服务。 另外一摆嘛，投入选战的电联邦电脑被通张安福，规身躯穿乌乌的中山装出现。全台湾立委参选人抽号码为了上版面拼销量，大家当讲是出奇招聊落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